你唔係又去旅行啊嘛？你唔係要申請 ILR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嘅咩？會唔會出事㗎？你識唔識㗎？喺 BNO 5+1 Visa 裏面住夠5年就可以申請，但係最早申請時間係住夠5年前嗰28日。我未申請，梗係可以去旅行啦。但係你去咁多旅行，又會唔會有影響㗎？你真係唔識喎，等我話俾你聽多啲申請 ILR 要注意嘅事項啦，聽實啦。當你入境之後，必須英國連續住夠5年。點為之連續住夠5年啊？就係喺12個月裏面，任何嘅12個月裏面，你都唔可以離開多過180日。當你計算離境日子嘅時候，只要唔多過24小時，你都唔需要計算入去。跟住好似頭先咁講，5年後各位 BNO Visa 持有人就可以申請 ILR 㗎啦。而你申請最早嘅時間就係住夠5年之前嗰28日。而記住要喺你 Visa 過期前申請喎。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你呢段時間千祈唔可以離境，如果咪就當你放棄申請㗎啦。好似好複雜喎。如果我想了解多啲 ILR 同埋申請入籍嘅資訊，可以去邊度睇呢？大家可以呢個網站了解多啲 BNO 申請持有人入籍嘅申請事項啦。咁你即係可以去旅行？梗係啦。